上赞主奇妙。第节，上赞主奇妙救赎恩典，万项中心分别归主做圣，心灵得平安，关系搁和谐，拢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功劳。第二节，上赞主奇妙完全得胜，万有高举尊严救主掌权，压制得透棒，病痛得医治，拢靠基督十字架所付出的代价。第三节，上赞主奇妙完全旨意，万民欢喜军队温主因带，受苦生喜乐，软弱变刚强，拢靠基督十字架所流露的疼痛。上赞主奇妙美好恩赐，万物唯愿幸福圣主立志，赞享赐丰富，培育变顺服，拢靠基督十字架所显明的作为。